呀，各位聽眾，歡迎你們佢就到對嚟參加本日學嘅節目，南西的嚟啊！歡迎我哋嘅老趙特別嘉賓施正lau歡迎。未叫佢哋先，未叫佢哋先 ，OK。歡迎施正lau係，แล้วก็英國嘅辣醬雞。係，我馬上去 Tesco 了，等你對嚟。哦，OK OK，แล้วก็波莫伯歡迎。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等陣先招等你嘅介紹啲小笨笨啲名，แล้วก็老椒南西， Hello，แล้วก็英國中，哇， Hello，英國中，英國中แล้วทำนาซีบี國中，我去 follow แล้วลูก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กล้องกว่าแต่เขาใช้งาน我差不多ไปเจ้าแล้วที่เสีย breakfast 啊，對，แล้วก็英國中無美國中嘅個青子， 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新椒新椒咩？咖喱巴，咖喱巴，OK，咖喱巴，我就知道我等下英國中嘅啊。sorry 啊，咱聽佢講未？佢世界人知嘅，肯定。來，你聽。冇我做好事。OK，so 咖喱巴，你安怎聽到邊嚟學嘅呢？我只介紹我，哦，你只有聽啦。我只有聽，我幾年前本有聽了，我 stop 去了，然後現在過來這邊學習了讀冊。แล้วอีกไกลเสียวไอ้ก็รู้อาชีก็กลับไปเที่ยวเก็ตไว้สิรู้เที่ยวเป็นในพอดแคสต์哦，你看邊嚟 podcast 真係好處真濟。แล้ว你到底邊嚟？你是唔是邊嚟嘅人？เป็นในหลัง邊嚟人到得路到邊嚟嘅事？ลองบ่อย到浪杯。OK，แล้ว你แล้ว不，anyway，你到底你個一刀啦，第先一刀聽邊嚟學嘅聽落久啊？最近。哇！你去 Australia？ 應該是到 Australia 應該是幾禮拜前那個。哦，即係你去 Australia 久啊？唔รู้幾個月呢？哦，未怪那個雙連柱嚇，好啊！即係即禮拜搭飛咪是係啱路咯。homesick 啦當劍咧，我哋是講破白字未成啦，你肯定講話 homesick。來邊我要學英國中成，你知你聽過幾句人嘅咧？英國中青子人是正來南西啦，你咪聽過啊咯。吧。OK，當然啦，學英國中講成，英國中咪走啊。拉真嘅，個話咧英國中，當劍。破病是啊，破病是。即係是破病那是拗，那是都未食飯飯了咯。那是無拗，我是食水嘅物件啊，像個白食糜啊，我第一次是雞糜個白糜。然後食薯粉啊，食湯，熱嘅湯，然後清嘅湯。所以做嘅湯清湯是安怎嘅湯咧？係咪？像個白骨湯嘅那款啊。未使係 green 那邊啊，未使係係咪牛油啊，是牛奶啊，是係咪啦？未使可以成個白嚇，做邊清嘅我細漢時啊，我有一個阿媽，伊真係生我人我可能30幾年，แล้วแต่擺人破病時，伊去滾一個雞腿啊，是係咪做伊個雞腿啊？哇，真係好食呀，雞腿滾湯好你食？唔是干那雞腿啊，雞啦，雞吧，雞皮係咪啊？唔是無講白就是了啦。真正好食啊！แล้ว食แล้ว啦，你食本破病本啊，你食本是咁好事啊！就個有人講啊，這邊美國講啊，Jewish penicillin 是雞湯嘛。對 ，chicken soup with matzo ball。啦，對啦，我冇食食了，我食了，我想飽嘅。有啲朋友先英國中，你講講吧，伊人會曉聽，你講係講吧是？講吧是 stupid meat 啊。你知伊個雞講吧是蝦米無？唔知，等我猜看。講吧是chicken breast。
啊，對對，這邊嘅美國人啊，這邊美國人個擺食 breast meat 嘅。哦，that's why 你講人講起我咪食 breast meat。我咪講邊講吧，所以講是唔是亂潮人講嘅時候，你講嘅係食 chicken breast 啊，係好啦好啦。伊個 duck meat 啦，有味素，較加味素。對。誒，啥物聲啦？嚇？啥物聲？得咯。OK 啦，我準備走啦，我準備走啦。OK，拜拜，看你講應該對嚟啊。走啦，水，拜。一個鐘你教學出email 啊嚇。嚇 ，OK，bye 師哥。bye。OK，แล้วก็即係นี่บ่มาแปะนี่ before ตัวนี้สิจ้ากง嚟啊，歡迎จ้ากงแต่即應該我媽在家，然後爸妹嚇講句，你試下對。I think 你 internet 冇破病。媽在我煮給我一樣。你對唔破病咩？哎呦，對呀 ，OK， internet 破病 actually 是。John 叫伊試internet 食糜。對，你我未รู้นี่บลาจังเกรู้破病是食咩？我要食哈根達斯。破病是食哈根達斯啊？做咩事咧？安怎樣呢？唔知哦，我嘛甲我講食哈根達斯好喎。哦，你先咧，伊袂互人含怎講？我若是我看病啦，我食較好嘅物件，我無去食咧清清淡淡嘅，我無食安尼款物件。哦，即係 rich 嘅物件，是講。較 rich 互家己較 fresh 淡薄，แล้ว糖啊，下面甲了開掉嘅，我可以通風嘅，even 都冷我本只有開嘅。哦，你看我知啫，你對 winter 本開啊，冷天本開。我冇開掉，我看病破病甲了開掉嘅，無冚嘅。哇，哈根達斯啊，你這是頂到啲邊嗰時就是要食哈根達斯啊？係咪啊？你破病時對住來就是要食哈根達斯啊，頂到時。對，我細漢嘅時候就食哈根達斯。你講啥物食較 rich food 咧？你食鹹嘅物件，你會食咩呢？我後面本會食誒，我破病我後面本食誒。古來雞。油嘅物件買食爾咯。油物件 rich 物件。不啦，蛋雞我咪買食咯。垃圾。垃圾咧？未啦，未食咧物件，幾頭酸啊，未食，熱嘛。你不如講下我聽下，就冇 example。龜頭湯咯，龜頭湯咪會食。哦，龜頭湯咪是清。不是食清。特別你夾巴要破。就好啊，夾巴要破就是好啊。我嗰時喺講夾巴要破啊。咱夾巴要破就好啦。冇長頭油落去安尼講。誒，我嗰隻新椒來咧，嚇。係咯，係你機會。咩咯？新椒？咩？咩？呀，無。你生蛋呢？生蛋呢？咩？琴日出生蛋。我生蛋都啫喎。攞唔是鮮啊？生蛋啲。咩蛋喎？伊無生蛋。生蛋嗰啲。我係奶都係差。是啊，什麼小酸菇嘅時候，梗係見到。有嗰啲烏巴，嗰啲可能是啲computer嚟邊講嗰啲隻咯。我成日叫人。豬講話，等下先。OK，新椒咧，哦，走去啊。就這樣。嗱，考下嘢，咁我講 hello。咁樣。考下嘢。哎，名個出。等嘢。講嘅，講走。Hello。anh ơi, một lại tham quan. Itu di Penang ya. Oh, itu Xuân Cú hả? Oh, betul Xuân Cú. Oh, itu Xuân Cú. Đây, 我妹奶來啊！冇這間唔是新椒來，這間是這間咕咕椒。
自己是唔是先知特別你對邊領嘅？你特別領上股啊？係嘛？你咩名啊？你是骨頭唔是？骨頭人啊？骨頭，我真係骨頭人咩名？但係骨頭人就未記得咩名。但係吉他朋友，吉他朋友對骨頭人。你特別領上股嘅時候啊？แล้วกะลิปอกสิเจ็บอีหัวบ่23歲。แล้ว你有參選過哦？我冇參選過，悉尼這邊冇參選過。哦，你未做新加坡 post 係咩啊？跟阿 Melbourne 有喎。哦。我這邊會喎，特別我未你是 England 嘛？嗬？你是英國嘛？嗬？會咪應該是。啲 embassy 會係你名落去都話你物件就出來啊，你家己去拍叉。你選啊未？你接邊號啊未？啊未。真機？哦，我未噶啦。啊未，明年啊。我講一個 jokes， 嚇，講一個 jokes， 有一個安迪，伊就去選咯。然後迄個就甲伊講，伊講你知安怎做？你聽人甲伊講，伊講我袂曉，迄安迪講。咱伊甲迄安迪講，你看到蝦米 logo， 你就畫。伊講你是看到迄個錢，你就畫錢迄邊甲。你看到芋頭，你畫芋頭，你看到了。然後迄安迪真正久甲出來哦。等，去大行。這邊去大行啊？哦，這伊搭朋友未？搭 mute 啊？OK，我 mute 啊，然後安迪出來時，每準備有你估嘅啲內邊畫一個叉了嘛？安迪講冇，佢哋芋頭咋坎坷，畫得成畫別丟。我個花師。我咁話死我芋頭真係感覺刮，成骨骨刮咧啲芋頭。超味！誒，你就唔對講咱食物件啊？南西你破病時嘅食咩物件呢？食英文。鹽餅米老娘啊！你而家只破病後啊，冇乜病當今。我估嘛有3-4日咯。你是條咁呀？條監咧定義過曬已發咗39個啊！哎呦，我成講到 Facebook， 我本時我爸老本是 flu 啫，爸老本是 flu 嘅，但係我看病 OK 嘅，我未 IC 嗰啲，我真久無食 antibiotic 啊，我10幾年無食 antibiotic 啊，所以爸老我看病本好哦，我about 2日我就見多日我就好啊，特別我別講愛困了嗰邊㗎 IC 愛活嗰邊，爸老是我驚發燒3日了，你是 Iron Woman 啊 ？Iron Woman。所以爸老啱先你去 Europe 咧，去條 link 叫佢哦。啊？你去 Europe 咧，去條 link 叫佢哦。唔是啦，我驚發燒，伊 action 啊，走去食咖喱啦，迄隻。伊愛食咖喱嘛？咖喱咪食到發燒誒。伊愛食，我唔愛互食，伊愛食，伊食一喙啉一口，食一喙啉一喙安尼。我講聽你若是講你驚發燒後，當然我病，我會煮迄個牛奶雞，海雞。我煮迄個迄個通心粉，迄個溏心粉啊。哦，通心粉上面 macaroni 啊？macaroni 啊，我煮 macaroni。對 macaroni， 我實想到條係八碗啊，係八碗。我點解哦？macaroni 咯，了有陣時 carrot 糜袂使，因為發燒人講袂使食糜嘛。是咩？發燒袂使食糜，有米嘛。米你食啊，嗬，伊袂大隻所，因為發燒個仔部隊。糜呢糯，糜呢糯。伊糯本上哦，所以食落地食macaroni 了食有陣時有影是伊食較鹹了嗬，就食麥記麵哦。煮一半嘅麥記麵，莫放。食頭早伊甲我講，伊愛食肥喎。了我莫互食肥嘛，伊硬愛食了，我煮迄個麵無放迄個味精蝦米咯，干那白米咯，伊食哦白米哦。咦，你白米最水呢嚇？最水我可以食咯。別怪咧破病，你食咧吉利物件咪是破病，
伊食咖喱嘛，伊食咖喱薄的数，伊食咖喱薄。啊，咖喱薄啦，你聽講咖喱薄。唔知你是唔是亂煮啊？來新椒呢？新椒咖喱薄呢？你破病時食咩？食咖喱薄。我啊，就是看病成日無看病呢，後面講食咯。早知就對啦。有本事係本事啊！我唔是，你若是講有往時有你物件是成個講，唔是講你破病時加特別要煮嚟食，往時破病時你特別少食嘅物件呢？你想往時破病時特別較緊食是等 something 嘅呢？阿三垃圾。梅啊，食梅啊，阿三垃圾講阿三垃圾，南西講阿三垃圾啊。食較重味嘅物件啦，我看。哦，是咩？佢又無味啊嘛！你破病時，你食物件你味袂到嘅物件，味到你食鹹嘅味道。我想你講係食較清嘅物件。食較重味嘅物件啦，了。你想話係咪重味什麼？炒烏豆油炒雞。哦，食雞飯。炒豆食一碼。炒豆食一碼。食炒豆啦，牛奶雞炒豆。特別你若有聽，你有影是係咪唔買食？啊，對咯，一起，那敲嘛，然後呢？哪有聽，你係咪唔吞袂到？食哈根達斯就是我伊講，食哈根達斯就袂聽誒，吞落去。有影話無人看病，有影是食 ice cream 嘅，我知。意大利人食嘅款，乳冷嗬，伊叫你食 ice cream 嘅。伊是乳冷。唔是伊若有聽，咱個來食 ice cream 嘅咩？係啦，然後聽係未食 solid 嘛，未食定嘅 food 嘛，所以咪是食 ice cream 咯。แล้ว ice cream 佢冷嘅呢，แล้วลูกอันเอาเอ้ยแล้วชนิดนี้กะหรี่ปั๊บลูกเสียว食หมอยแล้วน่ะสิ講ลูก當見到啲個啊，ลูก是家己長大。家己長大。แล้วน่ะสิ講學病上就好啊，佢哋家己煮หมอย，你好煮哦。咪做好家己破病啦。啊，你不咯？就是南西做咩事？你家己做，你家己破病。咪做家己破病，咪做。冇嘛病，做咩事都做，你家己破病。冇病，本身冇病，佢冇病，每安怎咪做家己？冇病，跟住要玩嘅事，所以做。John，你未去教南西講，你做伊驚破病個。係啦，做咩事都做，你驚破病。是啊，伊愛食嘛，互伊食啊，伊愛食。我學煮伊啉爾，了無見到幾來actually，伊毋捌食過熱物件嘛，所以把落愛 try 互伊食咯。哦，未啦，唔是熱啦，即係滷過互伊啦。我過互伊。滷過互伊啦，唔是古來。我見伊個講病咧啊，我過伊糯米啊。哦，你伊過互滷內面，見哪隻搞掉誒？我無夠困，見哪是 germ magnet 嚟。是啊 ，normally 驚看病就是嘛看病嘅。嗱，我就講，我諗嘛破病本無 miss 邊咧學見落鹽，我都真正好了。你個人國中，แล้วแต่ว่าก็จะเล็กกีตาร์เป็นยังรู้สิ破病จะ咩？看病啊，我歹食嘅老人病，無放糖，無放鹽。喲，你掉底隻呢？做咩事？隻你感覺就較好事。無啦，你泡湯米也未食啊，煮糜也未，煮飯也未嘛，食落去食較驚喎。等人講米未食嘅物件，米未食是什麼？唔使講，食未消化數，未食。啊 ，fever。那是發燒啦，條感冒見到發燒啦。啊，條感冒見發燒就係咪？是啊是啊。啊 ，OK，แล้ว你未使食糜米了。可能等有就是講迄個海大湯咯。嚇？海大湯做咩？海大，seaweed。哦，海草，海大湯啊，海草那個棍力道哈，椒。誒，我冇聽過喎，幾料？啊，唔係聽過咧？呢是鹹還是甜嘅？哦，你會使做鹹，會使做甜兩項。看你嘅 preference 啊。力道啊？係叫紫菜咩？嚇，紫菜對。伊唔是紫菜啦，嗰種冇上裝啊。一個另外種舊。哦，對，海帶在，伊唔是紫菜是正脆脆啊，尖就是地，然後這個海帶是你一成一地成咁 leathery 嘅 belt 呢。對。伊這是白毛呢個呢？哈，garing 咁樣嚇 ，QQ 呢。garing 會煮嘅嘛？啊，是啊。啊，了，將佢係嚟灌湯啊？冇啦，佢煮咖喱豆啊。啊，那煮咖喱豆是湯啦，還是茶？伊上個
你成個湯蝦啊，成日人講紅豆湯蝦啊，做個你煮緊力豆做力豆隻零咯，你兩個包咯幾哩你是個隻？好料我隻嚟。你就是可能做呢個結婚辦會有俾隻力豆㗎，你。係啦，平常時冇咩機會食係嘛？係咩啊？係大。係大。我唔係聽過喎，啷就是冇聽過這隻係大。隻零唔係咯？哇！你話頭先打邊咧學勁價，你把它學少時啊，隻係大，39度先係大。日本人食啊，應該是。係咪嘅？日本人食啊？你去帶嚟學掉誒？即係啊，這是我嘛就來等煮嘅啦。特別我等下去過咗 travel 時，係你教程啊，導遊啊。一般講佢講樣韓國人生驚佢又是食海大湯嘅喎。冇力豆啦，特別。冇力豆啦。冇啦，我生女啊。係大生女咩使食？生女嘅灌流記寶嚟食。點啊？煲。了下就食煲。你即係但係我日本啊，不即韓國人食我。你到底去食啲 Korean food 嘅時，伊個晚餐嘅時，咪是有佢哋海大門。對。我知啊，我特別伊未臭臭咩？你估呢？未啦，咩臭臭？未咩海大，那麼臭臭唔是？未啦，好食誒，700塊。係咪200塊？唔是200塊啦，700塊。免看病唔會啦，咪。แล้ว是正樓呢？看病。洋葱豬肉。看病食藥。看病食藥。冇你小隻咩物件？想你破病時你小隻，哎呦，俾啉湯啊，是俾咩？哇，真久冇破病啊！但是講你小咧，當然係講你感覺你誒，那是你破病。甜啊種啊，看病啊食甜啊種。你要食咩？種湯咯，米線湯。米線。即係看病啲人家都食飯哦。但你我是米線湯，人家都食飯你我。即係米線唔是米係米線是白嚟嚇。米線唔是米啦，米粉還是米啦。你食米線嘛？米線食我會咬嘅咯，未消化。米粉還是米嗎？冇米線出未歹食，咪一碰呀，水湯水甲碰先喎，係你記了。係啦，嗰骨呢碰呢，熟嘅水嘅啦，即係。係你食了都冇咩消化真係是。那冇咩消化。特別你去，我 OK 啦，你就想食幾條蛋，我未動咯，咬啊。我頭早就是愛煮給我囝食米線，我夾個壓哦，伊蒸哦，伊甲我講，這個白白，我要黃黃的。我要黃黃，我不要白白，伊唔捌食過米線，特別伊找我夾個壓出來哦，然後我愛煮米線給伊啊嘛，伊講黃黃的，我不要白白，伊甲我講嘅。我唔敢煮，我驚我煮，他哋唔愛食，我過來煮貴可以。我剛聽到煮米線，但是講諗煮貴，知道是我個破病，因為煮咪是做大煮就被煮開食咯，嘛冇啲做工。然後煮米線係伊白雲係咩？然後煮米線，伊咪是伊別曉煮咪頭一擺嘛，成個米線係嘅，係啷在一粒嗰啲米線叫做乜嘢哦？一支。自己曉講同我自己有啊，不用過，但比較少冇講啊。自己是你北起就按住話嘛，叫做自己。因為伊喂紙就叫佢那紙誒米線，一條到啲咧湯位係我攰嘅行落去湯嘅咋。你成日都買幾米啦，咯，煮買幾米你咪食掂你決定嘅，你買幾米就佢啲湯位咯。你知唔知米線煮係一結結啊嘛，一隻黏黏咧嘛，所以你是特別另外煮一食嘢時間行住佢湯嘅。會殺食嘛？伊唔係知唔知，所以佢話麵粉都個黏黏咧，其實。你有時我講，佢哋我講緊吉利，佢講話係會死。
亂不就佢米刷果，呀，米刷果唔係，一成個胡刺啊咧。啊，我食過啦。米刷我食過，有冇食誒？米刷豆，啊你哦，呀嚟做誒，你們用頭姜，們用下面嘅。薯炒啊！港股票咯，佢嘅港股票嘅。你如果看啲米刷哦，還是米刷嘅水呢？冇啦，一米刷你看少嗰陣，一做嘅時候胡刺啊。啊，青椒食過哦，青椒食過哦，青椒。咱เป็นนั่นเขาเขียนมาว่าโจมีซอสเต้าอี米刷豆我不知。米刷豆。มีซอสเต้าอีแห่ก็จุนกี่โก้เองล่ะ有蚵嘅裏面。特別一時ชิมบาลายดินชิมบา係尖巴好了。哇，加菜去，好食，你好食哦，你。如果有贊助嚟 KL 時，會使去 try 之類。講到 KL 條，嚟係唔使講話你會。安怎？伊是三個桌頂會坐八個人，所以 let's say 嗬，三個桌頂一條桌頂會坐八個人。所以入四人啦，三八二。入四人，所以伊中午嗬，伊有 partition 嘅，所以 let's say 我人是三個桌頂我夾個了啦，伊 partition 就開個了，所以變一個成個一個 private area 呢啦。會去了。特別 public 少看到我人啦，伊唔係講 private 啦。又見啦，我同時講你硬，冇人翕相。escort 咯，我去 KLIA 呢個 escort 掉到對哦。嘅收音機翕 flash 喺度呀。flash。men 翕物件 flash 嚟嘅。貴bodyguard。啊，就係了 Miss American。啊，即。放俾你播。放你播一程你頭。因為頂住我 Europe 時我都條 Miss India 嘛，我 Europe 對嚟時。Miss Takatikita。India，嘛是青椒。Takatikita。所以是安尼看咯，所這是我是去 KL 時是幾號啦？我真怪。6號唔知。6號啊？拜6嚟嗬？拜6嚟。應該是拜6，特別攞一舊咩，攞一舊咧，攞就去食咧，攞嚟糊咩？不，我教唔知拜4就教啊。我攞拜4教，所以攞辦6號啦。等我隨看，我指。能睇出嚟會是多咯嚇？白沙 village 邊格啦。7號 sorry。前面嘅 village roast duck。village roast duck。7號唔是6號，拜6。7號。village roast duck。所以我跟I mean 讓小看啊，我知佢成日食 Google 啦，特別讓當然小看就愛去呢，可能知啊，so that 話village roast duck food is very nice。好。village roast duck 入好似係學緊叉河，會裝炒開大味嘅。OK，好，แล้ว讓阿格讓就咱去邊面咧，即是 KL 是7號，唔是6號，7號是拜6啦。แล้ว我特別較早淡薄定咯，所以時講咧再講有幾人咧，到時較晚嘅時咧，我家做一個 poll 可能睇嚇，就準備去，就興趣去。我能包幾勁性啊，包幾勁啊我，到時舊啲未夾講我。個人，我能幫背記，除我能過嚟啦，嗰時我。其實我係爸，我係媽。加阿南西加即係冇乜白。嗰個青枝個，青枝個。哦，青枝。青枝，看嘢。確看嘢。嗰個是正老本，冇啦，我能 OK 啦，幫我10幾間啦，嗰個是正老。哦，明白。你話 maybe my cousin 嘅咧 ？maybe my cousin 會嚟。包咖喱性，แล้ว到時講咖喱幫背記，純我能力。好嘅，問幾多浸嚟做 roast duck？有嘢，冇你看住啦，有興趣，是講到 DKL，到底咩邦沙 roast duck 啊？你講咩啊？邦沙 roast village roast duck。village roast duck。Ini peppa duck very nice one, you know. Yeah, baby. Peppa duck. Ini village roast duck 嘅，呢 roast ลูกนัง ordinary roast duck ลูก講會 peppa roast duck。哦，peppa 得。peppa，都看到暫時人食本。我話叫咖喱啦，仲叫咖喱，我嗌。叫咖喱啊！
食無了，甲你拍包夾對去。OK， 好啊呢。แล้ว我能啲 plan 掉另外一個啲變靚嘅咧，變靚我講未必會做成啊，去做 buffet 嘅上面，所以睇下人啊，較型啊，實頭。有哪隻有哪講？係咪是正啦？係咪性格會去啊？性格愛去嘛，變靚嘅咁。Oh yeah！ 啊，好。แล้วสิลองตัวที่เป็นนั่งสิตัวว่าไม่รู้ตัวมาเลเซียสิตัวที่ KL สิตัวที่เป็นนั่งไง到 KL 哦特別會出嚟เป็นนั่ง啊變靚應該會到邊啊哦 OK ที่ตัว你嘅打你轉咩ไอ้ตัว嘅打嘛點正半呢嗰邊哦我硬咪是迄時講落愛對來，咧伊毋知你有停 KL 嘛？哈，你我講落愛對來時，伊講，所以我人去本嚟啦，伊肯講過咯。哦，你點冇解講？我無啊，伊 KL 有10分，是你無10哦，伊應該是講哦，啊無我對本嚟了，應該是咁講。哦，安尼我咪去啊。冇，actually，我咪你啊哦。我是啥物會去啥物咋？青子。係咪？青子會去是嘛？我聽冇白講。去到咯。去來隨我嗰邊嚟學嘅JKL 嘅。啊。Rosda。有嘛？我等你點啊嘛。好，所以你特別嗱，嗱是講別人啦，有去 KL 嘅人，有到 KL 人，是直接俾嚟講啊，我係時咁未咯。但是講有興趣嚟講，我係使去喺啲 Twitter 位就會咁講，係是去嗰啲別人學嘅嘅網頁位 ，then 去嗰啲comment 位寫講你有興趣，แล้ว我再講係幾人咯。但是講我有成50人咧，就冇可能嘅一人啦。你想要出名咩？你想要是 Mr. 嘅啲打？我諗住你啲嗰啲啲外國嘅，嗰啲大佬講我嚟 in，然後嗰啲幫背記。我立咗啊！我冇算啊咯，你講 in 啊，就冇算了啊，就講講。你俾條背機票對嚟。然後幫背記咯，背記走啊嘛。誒，你 OK 講到呢隻未講到呢隻嘅啊？點解全部講青椒冇講過？係咪？發病隻嘅啫。嚇！哦，我發病。較久啊，睇下當今嘛，我家己一人住啊，我若破病啊，真可憐大哦，家己就做是食甜餅甲漢人茶爾咯。特別我著想，我較久細漢的點啥，若是發病啊，我媽就叫我人個迄個阿媽仔啊，我煮看咱若是。老細就食，配馬虎，啊無一點 egg custard 就，然後若是昆車還是 apple 絲，你人知健美茶哦？唔知，我知，你知啊？人知？KL 有未？我媽就泡健美茶，我人食。安怎咩是健美茶講啊？一健美茶是 you break a beaten egg into 你知古早農業為了冚正啊，你成日就嚟了有怪啊，你下 boiling water 你 beat and beaten egg inside have a little bit of sugar， 然後 a little bit of milk inside， 真好食嘅。哦，所以成日當冇成日豆花呢，水脆豆花呢嚇。咕，一成拍，一女是花花呢啦，它一條呢嚇。講好話是叫蛋奶花啊，蛋奶啊。啊，是啊。唔是，伊是茶嘛？伊講雞卵茶嘛？雞卵茶。伊是水來啊，你啉咩啊？哦。哇，如果好咯，你會成個一個你 menu 安尼款有通食一個老師，食一個老師食下咧。是安尼嘛？成個男婿講若是發熱袂使食，袂使食。嗰你看呢，成個你落棍安尼個。是嘛？我爸是落棍嚟嘛。哦。你成個一個set 安尼款 menu 下你要食暗面安尼款。誒是安尼，若是老師啊，睇下當今我若是老師，我食100 plus 啊。哦。對啊。老細是驚你 dehydrated 咧，所以食100 plus。嚇，แล้ว你食100 plus 有 body salts。哦。嘅 electrolyte。
哈，吱吱聲嚟。了若是若拗痛咧，我就食檸檬茶。哦有影若是痛咧，我就是食。ice cream， 哈，咁咖喱包，咖喱包講 ice cream。係去Johnny Walker Black Label 啉。你禮拜會使困了。Johnny Walker。有個人講啉 lemon 加 honey 是唔是？你寫 lufu。我無試過食咧 honey 嘅，我無試過 honey 嘅 taste。我一味還是一個味嘅數。講你啊？王師，actually 啊，honey 淡薄酸酸嘅咯，感覺。要水杯嘅咧，哈，水杯掉。特別迄隻我啲瑞士人買吼，好食哦。有影是無食吼。有影，真正好食哦，真無像哦，伊個味素。甲票。唔知啊，我甲你買是條票 honey，無像甲咱 supermarket 買。我 supermarket 迄種嘅我本無愛食啊，嘛你別食。supermarket 是 process honey。我這邊我大為咗嘅攞條啲咧 road 啊一樣。有人啲是行嘅啦，啲厝內邊飼，如果寫條嘅招牌，這邊是 distribution for honey process。冇想哦，好食哦。我去買呢，我講我愛買嚟食呢，我買買嗰種 brown process 杯。我這邊我去，再去你成個萬山可能會下，要賣上每時家己farm每家己咧，會有家己飼啊，嗬。一英尺呢？因爹到底一參嘅，有咧參咧伊個 honeycomb 啊，伊是叫咩啊 ？honeycomb 啊！哎喲，你好似哦。我問你話，你人明白哦 ？If the honey is pure 啊，未生下嘅咋？哦是咩？哦是咩？我唔知。伊 honey 那是我看到條一無限條。哦。honey is pure 伊袂 freeze 嘅，放 freezer 伊袂結霜。哦，伊 crystal 冇成。做咩事？你人係 honey 會係啲 freezer 位嘅咩？會係啲即係嚟 test 看伊是標無標啦，你放走個 freezer 伊袂 freeze，伊會 still 嚟。Or the other way to test whether the honey is pure 啊，你有一個 metal bowl 係 one spoon of honey 咯，係水裏邊，然後你 swirl it around，伊若是 pure honey 啊 ，you can see 啊，成個 wave on the honey。哦，伊成個 steam 咧，你起來嚇。啊，若是 process honey 啊。哎呀 ，process honey。Sorry. The honey will melt. The honey will melt in the water. Oh, it's a dissolve here. Water 被 absorb。就係煲咯，你看放落去啦，看伊安怎 spiral 或係咪啦？是伊 spiral down，伊無 melt，就是 pure 啦。啊，冇係 honey 頭先嗰隻係水。哦。有隻係水。Normal room temperature 嘅水還是熱水？warm water。即是我那時我去韓國，我去個 village 啊，伊人賣一個標漢呢，伊會教我教啊。嗰個一個 method 會使 test 嘅，就是你家去煮，無你家開關啦，去拍子啦，等你佢就爆炸。他們去煮，你笑人。但係 test 嘛啦 ，test 咪，你講嘛是會使 test。我個仔我是漂亮，特別別食啦，去滾我三個伊個紅，已經唔知倒落去買來，真正貴到50幾塊。然後只粉轉來嘅時啊，做啊就拍掉，伊開就開了閉去啊。gas 係數啊 gas 係數啊。真正重。閉住，一點伊手掛掉就規個關閉個了。喲！伊肯定就未食咯，伊 glass 呢片honey 啦，就食。未食。而且淡仔清子講嘅啊 ，Korea 嗬 ，last time 是我去是伊本是做 demo，用水啊油啊 ，actually 水看伊唔是干那 wave 呢 ，actually 啊，你油個久唔波啊，有 honeycomb 嘅 shape 出來 ，diamond shape 出來，對啊，正 honey 嚇。哎呦，唔記得先，我想你食較久啊，講伊出你曬嘅瓜。係係咪 Mr. Gentleman 你啊你？應該是大長今啦，乜乜是曬大長今。喂，講韓國啊嘛，去韓國要啊。大長今啦。大長今係韓國人啊？係啦。我唔知是我可能在曬呢。有滷嘅滷個雞咧，滷食咩？哇！
我想食咩物件破病事啊？我一定到細漢嘅時咧，係咪芬達你講？垃圾嗰時。垃圾唔是垃圾，不，我哋有唔知點解奇怪，我細漢嘅時，我那時就破病呢，破病時啲是食米露就泡米露，加食鹹餅，係四格鹹餅。即係老興嘅，呀！即係你特別揾麻痹或者特別食鹹餅，別使食飯，食鹹餅。所以呢個食鹹餅壓咗絲點咧，滴開破咧是漸換落去咧，你啊。呢個係換啊，是佢哋點嘅咧落去。我一滴換。我點我嘅頭家，我廿四地啊，我折開除個了，點個了落去咯。哦，變咗成白呢？你成白呢？啊，成白呢。แล้วฮะแมรี่เปียว่าแมรี่เปียเราไอ้กินแมรี่เปียเราติ่มเราคิดแมรี่เปียว่าสิจะกิริมันสิกิริล่ะว่าแมรี่เปียว่าจะฮะแมนยองแมนผักไมโลว่าจะเห็นตัวจุ้ยวิ่งนะจ๊ะ平時ฮะแล้ว你點แมรี่เปีย你คิด啊อี你看一看อี數一盤胖嘅然後差唔多你唔使食你講你成個西人嚟哎呦，哎，不，迄唔是破病食，是迄是平時時個食。我是講喎，安尼煮呢係到最特別，你特別有 trick 嘅咋，你特別嘢頭講單調，你係到其實一皮使攞上骨，攞上骨，你就然後是一條面嘅啦去，你特別單你差唔多，被每日係咁樣搖起來，你係都可以跪地個，然後咧係接傳，即係好食嘅。定到講啦，是係時就白煮配白啲邊，但然後食鹹餅壓咧是佔到啲咧為味道嘅為了食咯，然後。了是食了你，不過一開始破病時啦，一破病時下個食面話嘛有煮米線咯，煮米線白丸米線，還是 macaroni 糖心粉參白丸，或者係 carrot 白丸咧，了我嘛是實擺要煮迄個薑嘅湯薑茶啊，係啊。淡薄糖了是有膠，一片膠啦。食香嘅唔食嘅。頂到細漢時我老興嘅咪死，頂到細漢時我冇時間食。我冇時老細啊，你是我冇時間食，你細漢時當然老我時間食喎，老我嘅人食去。了個不特別我破病掉時未使食時，我特別甲我媽講，我居然行我order 甲我媽，我講我好咧時你煮食我食，你在往時你破病時。就甲多嘅時候，你無想愛食咩物件，我無想愛食啦。特別你食較好淡薄嘅時候，你食幾日啊較好淡薄，你話特行你想愛食物件啦。我要食，我媽講，我你買一隻雞，半隻煮滾迄個mushroom 嘅湯咋，啲香菇啊，等嚟香菇，加香菇加雞甜湯啦。另外一隻煮牛奶雞，另外半隻煮牛奶雞，所以我特別成日我就是會破病咧，會想食嘅時候，我會開胃嘅時候，我特別食牛奶雞加香菇湯。就是你加啉你烤瓜水嘅。烤瓜湯我試過食，有300八對嘅。冇烤瓜水都唔是湯嘅啦。嘅蘋果 OK 啦。我古早大吉隆坡大嘅時啊，我唔係大檳城嘅時，我係買咗多一邊嘅嘛。了我哋安迪啊，伊本是食雞啊，我無食雞，我破病時叫我去長冷水咯。我袂當嘅啦，我係燒嘅長冷水。了咧伊長了出來咧，你就會啉烤瓜水，成日去，你知要睇比破病嗰架死就。會成日看嘛，無迄個是 distraction 啦，迄個是個，你有一個倒曬啊，你嗰陣去長冷水啊，嗰陣啉烤瓜水就。成日你烤瓜水嚟。烤瓜嘅水啊。烤瓜。我管咧呢頭加呢，青我知咯。你都會關人哩嘅。哎呦，安尼烤乜嘢？嗱，就是你食啦烤啦，下面物件噶，你唔在灣咗你冇？你在灣咗你冇？我還是幾歲呢？我是7幾歲呢？我在灣咗你，我無吸掉啊！我會徛啲喺你心下邊啉啊，無你咩？你真係我教我小弟弟啊！你講貴啊！我小弟破病，伊本是掉，我破病要掉，你真伊樣買下你烤瓜。哦，我別記。
你四粒嘅苦瓜嚟煮嚟加水就無煮無。四粒嘅特別開咯。掉啦。特別one thing啊，我係 correct 隻啊，發燒嗬，只唔買贈零水，贈我冇得啊，因為點解人家了贈零水贈成價，迄個是 only， 迄個人是發燒加真正關40幾度起嘅，梗係使贈燒水。但係你冇毛病啊？你看39度起嘅。成間 normal 發燒3++或甚至 plus 可能，你買贈零水咯，是真大 mistake 嚟嗰度。點解我人細漢未曉嘛，贈零水嘛發燒，即係未使，因為你一個 reduce 你迄個 fever 落嘛，所以 fever 佫再來時吼，伊佫較 strong 嘅嗰度。對，人才講對。伊佫較 strong 嘅，伊佫較慘咯，就有迄個 virus 㗎了，因為你一個可以落啊嘛，一直來吼 attack 真係緊要嘅，所以伊佫較對啊。你講啊，點解我father 做老姑啊，伊就講啦。你若是身軀發作啊 ，is your body a way of fighting the virus, you know. So 特擺我若是發作啊，甲我mother講啊，呀面部係身軀啊，係去你後背嘅 pressure point 去啊，後背嘅位啊，攞病，甲你 wrist 嘅位 ，this is 甲你胸肌，係到啲胸肌嘅位。因為我講聽，但我諗講about 1 hour 40幾分鐘嘅，我未見係訂 broadcast， 我未見訂 broadcast 喎。所以就你 YouTube 人嘅咧，攞嚟變嚟學嘅人，你 broadcast 人會聽到我落起來，特別我未見訂 broadcast， 所以你 YouTube 人看未到，我本來看到啲 chat room 嘅人講啊，真係會變樣。咪炒我啦。sorry，攞特別 download 都冇法。John，我俾梅子行啊。即係南西啲講馬里餅啊，你人會記哦，迄個細粒嘅餅成個馬里嘅，特別一粒嘅往條搭子，搭子，知，伊淡薄成個長形，伊唔是圓，淡薄長淡薄嘅。是唔是㗎？佢成個擺人方向嘅，是唔是？你是講係咧藤嘅，係特定嘅一碗藤。迄個啊，你若是泡米咯啊，你下啦搭起落去，伊噗跳成個鴨仔，我你縮解你啖了一個變西，變鴨西。有時你講啦，馬里餅係水，話講哎呦成個西嘅咧。阿驚變鴨西，都接唔上句啊！係我是講笑咯，我講聽一擺嘅時，我抹就啲脆後我俾見食係你。啊，搭子有嗰啲藤到對面嘅啊，我見食就我對佢了，我買啲脆，真正會脆薄啊！然後佢邊一店上去派脆本入邊店，80萬諗有嘛？唔是咩？80萬諗下未？我是了我去脆掉，後尾冇脆掉了，我咪講哎呀，別緊，把我個鼻一夾嘅，你為什麼？自己做啊！我去做厲害咩？誒，叫家講假都做。我去到啲新加坡。我喺新加坡，我唔知係咪 airline， maybe 是 EVA， 上面唔知啦。Anyway， 他是有 upgrade 我嘅飛機嚇，所以我去飛 business class 到啲 KL 去somewhere 台灣才是。但我咪是去伊個 VIP lounge 去咯，伊係咪有喎？接住了，伊貴啲嘅阿搭子我梗歡喜啦咯，翕相已經好嘛。你使同我哋係咪是阿搭子？你啱解搬嘅啊？阿搭子啊！你每一個對比。你在南西，你在拜四人嘅，人拜幾嘅？人拜幾到啲頭牌？你正阿搭子是你爸爸未 fruit 嚟咧，人係咧愛食張係誒咧。好在掉，這是邊啊搭子？伊所人叫伊阿搭子咯。嗰個一個嗬，青枝嗰一個唔知你人有聽過哦？囡仔可以發燒啊，用米粉，嗰時用 flour 反正件啦，解錯，唔，定得人講發燒那是未聽嚟講係，你出單嚟講你特別嘅米茶膠水，所以話一個梳不多咧，但是你會出單嚟講係你 Q 出嚟是裡面就冇嘅。冇。南西啊，有啊誒。咦，垃圾啦，唔是冇。是，
人老年，你知老年查某伊人无抹 face powder 伊人用不得手脚嘛？啊，不得手腳，我知我抹些係事。你不得手腳是米切做嘅啫。所以那是看到零，主要是抹果嘅，只是幾間佢成股白白嘅。零嚇，我細漢個大漢，伊不得手腳，你接一粒嘅嘛？我爭伊好時，我係淡薄注意，你都抹佢邊咯，細漢嘅時話。John，你日抹去韓國那邊大城市會做去。做第幾班啊？本來咋整？嗰啲人未當啊，你未啊走㗎了啊！本來嘛是有啥整啊？查某啊，伊邊嗬是 forever 有迄個追婚嘅咧，我未要伊真面目嘅嘛。對。啊，你攞嚟硬嘅是唔是？我未要走去做，就是話追婚靠我噏了誒。男仔你生啊細漢嘅時啊，你無抹結婚可以啊？無啦，我伊發燒我甲抹伊身軀了，出一種毛可能見囡仔甲有爾迄種。我較久細漢我人嘅 family 啊，特誒 baby 那時啊，食長嘅咯，我抹粉抹甲白白成啊，成阿鬼呢，成阿妹試看咗成鬼。誒，我未亂，喺你摸有影冇影？有影。安怎出摸？我都唔捌看過。你摸誒，我冇聽過本。伊是搞種牙喺你抓出來嗎？乜呢摸？你是身軀嘅摸係啊？對，咱你頭摸嘅可能。冇單可能。唔是咧，等嘅，爹細細記嘅。伊 blackhead 嚟係你數伊別看個 blackhead。一條，爹成個攞去查摸，查大波去查摸。我食啊。有影咩？我捌看到呀。我捌看到。lucky 嚟，頂是 lucky 都突咧，無長翼泡病。lucky 無安尼 ，lucky 無安尼大條啦，安尼夾。無安尼 contrast。伊是到底比切，還是到底得落去？比切 ，maybe 是你驚摸啦，你身軀摸你突。有摸，因為是 common sense。因為是有摸誒，是講啊，伊是拖出來，喺你抓出來誒。我唔明白，人真係拖咗，我就掉出嚟。因為我人抓了，我人身軀誒，迄個看個了塌了嘛，我嘅身軀誒。我冇看到塌。看到塌了嘛，你抓未出來嘛，所以甲你抹了，係咪久啊？你抹了後，迄個毛出掉來啊，了你抓嘛出啦，啲你先會。我等人先生諗晒。我就是因為我驚，我特登 online 看咋字。哦。我無法驚食藥嘅，就係發燒，就係叫我食藥嘅啊 ，until 伊39 I almost 39哦，無錄我教佢食藥。我想教教會嘅時教佢知啊。冇啦。39分，我教佢食誒，假是暗暝愛困咯，教佢食嘅啊。人家無病，你看你嘛食啦，當冷水啦。因為我人袂使發燒是怎normal誒，唔是看病嘛，發燒是有陣時 immune 嚟嘛，我 immune system 下面嚟，伊愛 fight 嘛 body， 所以你食了，你提了，你燒了，你嘛 body 袂 fight 甲迄個 virus 啊，所以會到，知唔知？咱講，但係咱講啊，破病時上愛食物件，咱有成個破病時禁止袂使食物件，係咩？禁止啊，油，白油，白油泡袂使，油泡。個蝦米個袂使，袂使食米哦，袂使食飯。John，你是係做咩？別食食，即係是較久啊細漢嘅點食。你知囡仔若是食藥啊，較濟是食藥水嘅嘛。對。我較久細漢嘅點食，若是發藥啊是，我包落藥水進來吼，哎喲，介臭味介歹食一個，所以教我嘛講安怎就，伊去買咧。water pistol 啊，水情，伊叫嘅藥加 orange juice 係叫 water pistol， 叫我開嘴食。你把路我人是用針啊嘛，你上街你injection 啊嘛，把路我嗰啲用 injection 咧，我驚嗰啲我幫 inject 一頭射入去嘅。把路我試你試，你講咧，冇用豆漿番薯嘅啦。我較久細漢有車無呢？我細漢時用豆漿嘅，把路冇咧。我講聽細漢時攞嚟記細漢時，我個屎我細漢時，伊個唔是落罐膠病藥水啊，個歹食是另外。後你藥丸咧啊，你
對嘛，對佢家己係嗰啲頭姜會沾到冇水啊，做開米啊，係咧嗰啲芥啊咧。係咯，我咁我佢了知啊，我唔咪做。我食佢了嘅，我無啉水，我唔會動嘅。不要吞啊，細漢不要吞。有水嘅味上重啊，我食係咬啊。我第一件事 capsule。我冇夾隻 capsule 嘅。咦，我試過 capsule，我試過開起來。我拋出來，佢哋 capsule 開起來可解款出來食。你解款出來食，咪是成個係你國症嘅時人，你係落毒啊，你噔你落。開起來冇。啊，是我看到佢看皇太后冇注意嗬，了落毒皇太后。突啲嗲，而家只係宮女做嘅宮女。唔係，係啊，冇米粉咯，佢知唔知米粉？你講係咪叫板凳未使食呢？啲咪叫未使食？冇啦，我冇關嘅。人講啲未使食啊，是滷fruit啊，咪因為伊做條滷淡嗰個蔗啊。哦。都好了淡蔗，你使慳呢，我唔知唔得補。邊靚啦，別食。係咪講？事情佬。你對邊靚愛食嘅物件，嗰啲別食。以後萬歲，大家嚟吹。我一得唔通咯，唔通。我。差幾多別食啊？我無我驚食啊，就食咯。你讓會記啊，讓古早細漢去排啲預防針咯。啊有啊，預防針是咩 ？flu shots 啊。我你大個有啦。不，預防針是迄個vaccination。你知我古早細漢嘅時拍針，我未當未好啦，特別我班咯，我十幾你嗰啲拍得出來啊，嗰啲流白油嘅。哦，我冇驚拍針嘅話。我本冇驚拍針。我是冇驚拍針嘅，我是冇。我自家看過。你知唔知我當今一禮拜拍兩打針啫？哇！咪針嘅。你話俾刪嘅時候冇啦。啊。多呢啲啊。唔是，我係 allergy shot 啊，我拍你 allergy shot 嚇，所以我一禮拜拍兩刀，一禮拜拍一刀啦，特別一刀拍兩針。家己擦掉。我特別去because 你袂使家己拍，因為伊特別有落菌有啲，你個會使拍呢。伊驚講你著去你身軀，或者拍小節嚟講，你會死嘅啫，變種開。伊想你 body 掉你 allergic reaction 上當嘅是會死。你有係咪個 allergic？咁樣 allergic 就喵啊、dust 啊、OK。毛啊、pollen 嚇，我想講 food。佢哋拍有股。嚇？要拍過年，3年嘅過年，特禮拜就拍。特別你過一時就站，我知道是12禮拜一刀啊，當然就當然要在當天一禮拜一刀，你 spring 啊 ，spring 嘅時較加樣子。早開我起空口不就，所以我就拍針啊，成個啉水嘅。你講嘅啲係咪啊？係咪叫 hay fever 啊？係咪叫？對。花粉啊？係咪叫？花粉啊，只解啊，花粉對花粉咯。hay fever summer 時。哦，等於我去拍。我就會啲食物件啲外口食，我看到啲粉啊，夾夾落啲話。我車，我走去啲無爭落節，我去ปั๊油嚇，ปั๊油時我看伊ปั๊油迄個貴咧，ปั๊油迄個ปั๊啊，手迄個ปั๊啊，換個了，我講哇，真換，我看個了是啲花粉嚟啊，到底我車有一眼換啊，哎呦，這哦，我一禮拜教我爸寫一道車，你爸車唔是會食嘅？冇啦，當然唔識啊嚇，咩就係解一個就嚟啊，物件個了事。個係咪叫笨蛋咪？卡沙有水？卡沙有水是只愛困嘅嗬。嗯。Yeah。所以我是卡沙有時只好你困起啊，冇卡沙，然之後。我是個卡沙有水啊，伊味啊，過後嘅時啊，都 feel 到只冇香啊，冇香嘅。你吞嘅時只解啊，你過後都 feel 到只 relief 嘅。啷有隻 cocktail， 啷泡咩事？哇，好料！好料！好料啊！好料，我哇，你乜鬧？但冇咁少啊！喲，我先好啊，我負責。我先食乜？我先唔捌啉過。你隻 cocktail 啦，有嘢前幾妹食 after for the take away the bitterness。哦，我冇食過呢喎。
嚇？驚啊！冇有可能去，驚有驚。哎呀，這個就是我看這個枇杷膏，啊，我是佢哋我講只。這裡本怪good咧，這裡本是好。我對本來嘅時候知道我去講卡拉 OK แล้วก็破病，就咁樣冇聲氣。แล้ว我去卡拉 OK 時，我自己嘅一罐大罐 jumbo size 嘅枇杷膏，就喺我 bag 嘅。แล้ว時候啉哦，就枇杷膏炒一條瓜，就枇杷膏嗰條瓜咋，特別嗰條枇杷膏啉。好似枇杷膏泡水乜好啉啊！那我暑假咯，你講下嘅，泡幾個嚟啉咪？我係記嘅時，點解講過啊？我係鄭雨玲，唱歌登台係咪個頭嘅叫？你點打係你？我愛看你，愛看戲，看特別戲哦，要講。京都年前音川貝枇杷膏。你看種三澤師兄哦，對，不如講我是頭整舞嘅，然後佢哋樣嘅伴喇叭啊，你看胡風啊，嚇，你咪喇叭，你還沒飄嘅啊，還沒單啊，還沒曬啊。哎，呢度隻龜苓膏係咪好隻啊？隻好。冇味嘅。而家隻龜苓膏是 call 嚟嘅。call 啦。call boy 啦，call boy。你有冇想講你 call 頂咧？你想講你係果炒啊？係果炒嗰邊咧？係果炒，我暑假念係果炒。係果炒咯，係果炒。我媽燒豬嚇，你唔是咖喱吧？我係紅的條。咖喱包。啊。你是個只係果炒乜嘢？對，我係媽煮嘅好啉。係鵝藤哦，我係藤係啲啲啊。呢係你有啲冬瓜。哦，你有泡有啲啲還是無係藤？啲哦，所以要夾藤啦。冬瓜，maybe 你食係冬瓜條，梗係個炒咪少啲咯，啲一個冬瓜。冬瓜條。เราถามบาลีเนี่ยบาลีจูอีบีอ๋ออีบีลองก็บาลี是อีบีแช่อีบีแช่อีบีไม่ปังถึงอ๋อไม่ปังถึงแช่อีบีแล้ว係使係冬瓜條咪是啲啲哦我話อีบี冬瓜條滾湯有 starchy 嘅嘛，EB 水成 starchy 嘅。係咯，是因為是上加係你杏仁水淡薄呢，嚇你個個。冇啦，杏仁水冇個個嘅啦。杏仁水又唔是係你 B 嘅你咪咩可以個個黏黏淡薄。冇啦。你是做杏仁布丁。杏仁布丁啊！杏仁發明啊，杏仁水啊，食配油炸龜去喲，好食咯。食油炸龜咩發明？食龜是。愛食係咪？發明喎，講真啊，啉濟水是咁是真嘅啦。啊。啉濟水啦，碌種子係咪講破病梗係啉啦，但就啉水啦。我拍病變真啦，我一禮拜我拍過6刀嘅咋。我去啊！我無聽人講你要 take energy drink 啦，啉一個人去做 gym 啊，叫 build 嘅 muscle 啊，甲你講食啲粉啊是無嘅。是你買得大隻有煮啦，而且你免食迄個粉嘅，你買得有滾湯啊，有食 protein。我食dairy product 是食，我食迄個 fresh 我無suka 食highly processed 嘅面。有啊，咁食嗰啲，我無食 processed 嘅，我冇食。嚇，我冇食㗎。有啦，Maggi 麵呢，我是 suka 食。別鬼呢，特別我是。我講無 suka 食啊，無咪煮嘅，無 Maggi 麵。別人哋食，我係小弟我係麻煮呢，我無煮嚟食。Maggi 麵咯，泡飯有食 Maggi 麵，有你見有隻泡飯是食 Maggi 麵。我食cheddar cheese 要下啲係baguette 入邊，係你講食呢，無啦，係咪咪嘅？你要食 protein 啫，有時要 build muscle 是要食 protein，但係食你 whey powder protein powder。我甲你講，人食 powder 咧，是個料類，料是無用嘅啦。你食啊，你去加，你講你食，你去運動嗰隻是一個安怎講啊？是 cover up 你呢，做你亂呢。我是 build 有 protein 先去 extra protein，because 食未食 protein 時知唔知？因為你 build bulk up 嘅 muscle 下，伊是要食，唔是 for energy，伊是食 for 你muscle recovery 啊。所以你平時你要食雞肉，咁你要食真正濟嘅雞肉，你梗係食呢濟 protein，所以一隻包到係一頭。我甲你講，看呢，痛無力咧。係啊。一隻咖喱冇食嘛，學了咯。無力咧，無力咧，伊。假如是要水呢啦，假如要看水呢。啊，要看呢，袂用嘅。
你知我人啊会使光阳起来啊，样本袂拍赢人啊，你知人以下人啊。不要紧我suka，攞就未。我suka。一看呢袂拍。嗱，叫我數 ，OK，就大啦，就大。咁我聽講，呢禮拜咧，佢哋都對嚟聽人講新嘅話題啦嚇。這禮拜有人講破病事，但是講到破病嚟講咧，就希望你去，啲職啊，就是入面破病事冇人煮喎，你職啊，佢就自己煮博士。但係我紅咧本隻牛，伊曉煮糜啊，所以我破病伊要煮糜，我百碗煮糜我只。了，即係100碗有指導遊落去嗬，好路哦。係咪？100碗啊，伊做嘅時要下導遊下入落去哦。有 ，actually 我諗正有一種我別寫咧 sausage 啫 ，sausage 白啦，一部咧 casing 嘅啦，一條嘅白，佢一可能早起做 breakfast，伊 already 裡面有 season 咧就。因為你交俾人別爽。而家菜嗰個呢冇配嘅。嚇，特別伊是有淡薄鹽，有淡薄何椒粉，嚇呢，你計伊數一碗都變做100碗去啊。嗰細漢我食白糜啊，是看白哦。嚇。然後我買嘅一個豆油，無迄豆油是安尼細罐嘅啊，玻璃罐嘅啊，紅色罐咯。哦，嚇對。係我未見。我較濟是逐人不食迄個嘛是。因為你冇味爽啊，所以白糜嘛，所以諗一眼嗰啲豆油。媽媽落去啦。嗰時媽媽嗰時迄個豆油，假如講迄隻米蘭買迄個豆油啊，因為100一罐嘅，就伊無豆油經啊嗬，10幾塊我嘅鐳啊，夠啦咯。做咩需要買豆油？因為我愛煮嘛。哦，你到厝煮，哦，你到點樣？我愛煮嘛，我佫看，我啲邊甲人，我是大澳甜嘅，都愛袂使你講。唔知食下面啊，因為知樣像米蘭嘅了哦，是食螺絲、食披薩、食 salad， 看了本你個看病啊，還個甜。好彩我隨條200蚊哦，一塊200蚊有一陣啊，要回本夾去買對來興嘅了，買對來煮。誒，我先。聽到啊？哎呀，特別忘不了啊。OK， แล้ว介紹我特別嘅片，即係呢排特別嘅片呢，就是市政樓啦。但係sorry，我未記聽，嗱，是看 YouTube 嘅人，你特別都對去聽，本來學嘅呢，.com 嘅網頁會 download 啲新嘅一啲貴嘅好 episode， 因為但係未記但 broadcast 時所以讓頭整部看到㗎啦。然後有即個市政樓啦，然後個有馬拉贊雞。แล้วก็บาลุตุยไหนบมแปะสินเจ้ากะลิปอน้ำทรายแล้วก็กีตาร์เป็นยู我叫佢頭嚟。乜嘢公司做啲啊？即係我來隻出啫，一幫未出。然後你做乜？你話講你做了物件咯？你做了物件啊？伊做啲物件，等你去問伊啲做咩？伊講伊啲做條食嘅物件。แล้วก็有青椒，แล้วก็ตามะ即係英國中國。背啊，伊會背啊。哦，呀對啊你。嚇對，你差唔多對。我曾經before 都看。啊，琴日講，你先同我得，講下。看病食葡萄糖哦。哦，葡萄糖，對，我 suka，我當佢去咧，我 suka 嘅就係อุ่น啊，撳你就係下淡啊，อุ่น你就係呢去咧，糖佢一撳啊，個就อุ่น到對個隻撳。誒，葡萄糖是唔是而家貴啊？法魯冇啦。哇，我真係忘記啊，甲你講。你講你？我拄過生我看病咯，細漢我食吼，1 hour 內邊好去哦。啊？到年啦。一刀呢，我看病啊，我食吼，硬講咯。1 hour 內面上。咱一年會破病幾若擺嘅無？我無，我未，我無看病誒，我看病本身你看爾，我未講3擺啥 ICIY。
我一年本賣啊，一年安尼我2年啊，若是講伊來嘅時候會 feel 到啊，我直頭去困了，無我過後車也無事啊。OK，來，就打了咯。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呢一拜嚟緊嚟再見佢，感謝各位特別嘉賓嚟參加，แล้วOK，拜拜。拜拜。